去年美国铁虎龙流感有265例，创23冬来的新高。咱台湾亲像嘛有案例哦。有医师是指出讲，最近有一个50岁查某病人，因为胸口直接佮会扫去照电光哦，有肺炎的现象。也毋过流感佮新冠的检测拢无问题，就怀疑讲伊可能是使用袂调定造成的，有可能是咱台湾头一个铁虎龙流感哦。也毋过，疾管署是表示讲，这护理人伊毋是传染病，较亲像是过敏性的呼吸道的疾病。胸口内科医师所一方治病册发文指出，受治这50岁女患者胸气区喘发作，有胸腔杂杂加扫症状，电光出现小可浸润肺炎，毋过流感新冠检测拢是阴性。问病史了后，发现病人厝内底无吊顶，疑似是凶手，伊怀疑可能是台湾第一例铁氟龙流感。不粘锅上的这个不粘涂层，俗称叫铁氟龙啊，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遇热会分解啦，会降解，然后会变成气化。那主要是在250度上就开始会有这个反应，你呼吸道吸了呢，可能会产生一个过敏或气喘。国外也有观察到呢，有些病人会有发烧啊、全身酸痛啊、头痛啊这种类似流感的症状。所以方补充，其实正确名应该是铁氟龙所引起的间接肺炎。美国去年案例增加265例，创23年来新高。原因是数值高分加热了后未调定多层。据是佛医师，患者若离开有害烟雾的环境几天，就会自然恢复。虽然被俗称叫流感，可它其实并不是病菌或病毒传染造成的类感冒的这个疾病，它其实是一个化学性的，它比较像是过敏性的这种呼吸道的疾病，可能就是对于这个材质身体有特别的一些反应，那吸入之后影响到呼吸道，所以它是不会人传人。疾管署也澄清，铁氟龙流感只是俗称，不过伊毋是传染病，若受相关过敏反应患者，建议去病院找医师对症下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